即个风台内因为做大水，未少民众的车拢浸水，都爱拖去修理。不过有民众讲，伊故是甲车拖去维修厂，都要1万块。消保官讲，业者若是违法或被绑架，至少会当罚5万块。不过业者讲，浸水的车甲一般的车情形是无相像，所以介绍才会无共款。 对2、5淹水到即阵，随着积水提起啊，民众将有甲浸水的车送去修理。礼拜下晡开始，一台拖吊车等伫大路边啊，一要介绍讲好就甲车拖走。不过有传出有人指控讲，部分的拖吊业者是乱划价，吊一台车开2万块。有啊，我们那台100多万淹了啊，停在我们对面那台特斯拉，我们里面其实很多好车。如果有业者哄抬价格超出行情。 一定会移送公平交易委员会来认定跟处分。市府讲，经过了解，浸水的车有特殊的机具设备的需求，收费比一般各种的车拖吊较悬，也证实有部分拖吊业开价明显比平常时行情较贵。呼吁业者小心的违反公平交易法，用罚5万到2500万。我今日去拖吊，我就去水里内面，我已经检查我的电啦，我出来我也打无动，一款病仔053号拢会水嘛。 也水，你就是之后你就是要开轮轴保养嘛。哎呀，这一款物件拢是看袂到的物件。其他拖吊业者是讲，正常拖吊一摆介绍大约是2000左右，地下室也是浸水车，属有特殊作业，爱另外讲价。因为会有设备毁损的风险的成本，市府为了减少灾民负担，也提供浸水车拖吊补助。地下室浸水车上悬补助一台是5000，边边上悬补助一台是10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